向前打飞机，你终于编不下去了吧？我竟然看了这么坑爹的一篇猪水文，奇珍异草到处乱长，绝世美女个个倒贴，反派智商从不在线，马上不填毫无逻辑。哼，你们这群天天吹神作的粉丝，这下没法反驳了吧？哼，傻作者傻文。反驳个啥呀？你不是付费看完的？对呀，一边狂喷还一边追文，你也是个大笨蛋吧？加一，加一，加油，加油！系统激活，成功匹配指令，傻作者傻逼文。这是在哪儿啊？我怎么会在这里？啊，你可算醒了，感觉如何？啊，我晕过去了吗？是啊，不知道你怎么回事，好端端的竟发了一场高热。哦，原来这是医院。医院？你睡糊涂了吗？这里是清净峰啊！啊，清净。啊，这位老哥，你谁啊？我知道，仙盟大会为期将近，你为争榜首，求成心切。可以我们苍穹山派如今的根基和名望，苍穹山派，纵使这次清净峰系统初步激活，成功进入世界线。狂傲仙魔图，传输者序号 UV002。狂傲仙魔图。运行环境检测正常。本系统秉持着 You Can You Up。No Can No BB 的开发理念，竭诚为您提供最佳的传输体验。希望对方能将我不是在做梦，三流注水文改造成高端大气上档次的经典之作。祝您穿书愉快。我穿越成这部智障中马文的男主。你在听师兄说话吗？成功绑定角色：苍穹山派清净峰峰主，人渣反派沈清秋，武器修雅剑，原始逼格一把。沈清秋。怎么会穿成反派呀？天哪，这个人，他居然是叶清源，苍穹山派掌门人。师弟，头还晕吗？多么面善的一个人，可惜最后被沈清秋那个人渣给害死了。等等，我有什么资格同情别人？下场最惨的是我呀！弟子以往所受之辱，今日特来百倍奉还。我不要做反派呀！谁敢跟骆宾河作对呀？我要抱兵哥大腿，我要对兵哥嘘寒问暖无微不至，我要做他温柔的良师益友啊 ！OOC 警告，对方现在处于初始等级 ，OOC 功能冻结，任何违反沈清秋角色设定的举动，都将扣除逼格指数。扣除逼格会怎么样？死亡，彻底死亡。怎么了？还是不太舒服吗？我那徒儿骆宾河呢？骆宾河？啊？难道时间还没到？男主还没拜入苍穹山门下？太好了！师弟，你不要再生气了啊！我知道你待他颇为严厉，可能孩子已经很努力了，而且这次也没犯什么大错，你就别再责罚他了吧。你直说吧，他在哪儿？你把他打了40大板之后，不是关柴房去了吗？师弟，师弟，你说你贱不贱啊？修为、资历、模样，你就说你缺哪样？为什么活得连一点仙风道骨也没有呢？什么仇什么怨，你偏偏要跟骆宾河过不去啊？啊！哎呀，还留下这个烂摊子，让我来收拾。进来。我来了，师尊。明番沈清秋座下大弟子被骆宾河推下万里坑。这就是和沈清秋一起虐待男主的大弟子明番吗？也好惨呐！师尊，刚刚掌门师伯让我把那个小杂种放出来了。我知道您肯定不会就这么便宜他的，所以特意向您禀告。那小杂种他现在怎么样？师尊，您放心吧，在我手里，那小杂种讨不到好处。你快去把他带过来。是师尊，我就知道您还有高招。少年，你做的一手好死啊！